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咱今日要讲的主题是文化场吼，啊，还有咱的文化再生力。咱知影吼，咱每一天啦吼，每一个人吃喝拉撒拢会制作粪扫。那么这个粪扫要安怎？你若放伫厝内底，有一天咱的迄间厝埋满起来吼，那么到时要安怎？到时唔来搬厝。所以呢，咱每一天吼，拢有这个粪扫车来甲咱的这个粪扫清运出去。那么这个粪扫车甲这个垃圾清运去哪里呢？当然是去到焚化厂吼。那么去到焚化厂了后，伊甲伊焚烧落来了后，都有一寡底渣。所以咱这个垃圾吼已经减量啊，但是这个底渣嘛是各有一部分哦。那么这一部分有一天一直累积，到时吼有一天，咱的地球要安怎？到时咱唔得来搬去另外一个星球吼。那么当然啦吼，咱即马大家对着这焚化厂所这个燃烧剩落来这底渣吼，一定要好好甲运用吼。有一句话讲，垃圾变黄金吼。那么咱市政府要咱甲这垃圾改变成黄金吼，咱今仔邀请吼，咱台南市政府环保局局长吼谢世杰局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吼，咱这个规定啦吼。那么咱首先先邀请咱局长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拍一个招呼。局长你好。主持人，甲咱所有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是，那么首先哈，我先来给局长恭喜啦哈。上次局长来好像也是一个得奖，是哦啊，现在来还是一样得奖哈，这奖杯底加哈。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文化场以这个再生力的这个获得咱中央政府的这个优等奖啦哈。那么当然这个过程可能咱的民众有可能较不了解啦，尤其是讲吼，咱的垃圾去到焚化厂，当然大家知影讲吼，就是去甲伊焚烧嘛吼。啊，这个过程可能大家吼不是很了解，啊，佮有咱这个焚化出来这个底渣吼，要安个再利用吼，这嘛有民众较无了解吼。啊，咱今仔这部机会，甲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那么首先啦吼，我想要请教咱局长，就是讲咱的焚化厂，咱即马目前因为台南县是合并了嘛吼。咱目前焚化厂，咱的这个就是讲伊运作吼，啊，佮有伊大概的一个状况，甚至甲咱的乡亲做一个报告。好，一般咱的市民朋友呢，拢敢若知影讲垃圾车，阮当的粪扫要甲垃圾车来啊，甲出去。对。啊，但是呢，可能都唔知影讲，垃圾车，为您处理再造了后，再去倒。后面是做什么？其实对，再到我们的这个焚化厂。那焚化厂呢，现主是呢，台南市呢有两个焚化厂，一个是伫烟空，一个伫城西，对安南区的城西咱在咧讲港仔西那这两座焚化厂呢，大约呢，每天会当处理的这个焚化厂焚化的垃圾的数量呢，大约是1350吨至1500吨左右。那很多呢哈。因为呢，咱的城西焚化厂现主是运作到即摆已经有21吨啊，21年算起来是较老的焚化厂。那烟空呢，虽然无遐老，但是嘛差不多到今年嘛差不多13年。所以原底呢，伊的设计呢，每一个焚化厂呢，拢是会当一天烧900吨，但是因为甲年纪共款，人啊较老吼，体力较无，所以呢，本来伊会当烧900吨的，即摆城西呢，每天差不多会当烧600吨至650吨左右。永康呢，烧较少年一寡，所以呢，每天大概会当烧差不多650吨至700吨左右。所以每天现在差不多会当烧1350吨。等于是主要拢是烧咱市民朋友呢，咱一般的这个生活垃圾。对。大约是这个情形。所以呢，如果若无这个焚化厂的这个垃圾去做焚化，可能咱的粪扫，你就算搁较快的所在，就主持人拄则讲的，搁快的所在嘛，无够吨啊。对。所以现主是咱有两座这个焚化厂来负责咱家的生活垃圾的焚化。我局长咧讲啊，就是讲比如讲咱城西这个焚化厂吼，以前因为较少年的时候，会当做较侪工课吼，伊运作量是好像
比较。伊设计量是900吨，但是伊即摆因为21吨啊，所以体力年年衰退啊，可以这么讲。所以它现在变成它每天以燃烧的这个量有减啦。对。可是我有一个疑问的是讲，咱人愈来愈多啊，哈啊。这则的粪扫是愈来愈多啊，那它减量之后，那其他的垃圾怎么办？所以这个主任这个问题呢问得很好。我一直在宣导讲吼，希望粪扫会当在丢到垃圾车之前呢，先做一些分类，好比说你吃完的剩菜剩饭啊，可以先把它放到厨余这一类，然后你这的瓶罐罐啊，或者说可以回收的这些金属啊，那能够分出来，也是可以做资源回收。就呢就是既没有办法当厨余，又没有办法回收的，再把它当做一般垃圾交给我们的垃圾车，这样才能够去减量，这样子。无你干什么物件拢甲迄淡分收车内底，咱的焚化厂搁较济嘛无法度处理。是啊，所以吼，咱算讲政府安尼宣导了，我嘛感觉讲，咱即摆民众吼已经渐渐有这个习惯了，大部分的人都有这个习惯，就是该吼去做迄个粪扫，该分类吼，大部分人拢应该拢算是，我也感觉是讲，应该大部分拢做得来啦哈。台南市伫这个民国92年开始的做这个垃圾分类的工作，所以渐渐的，咱的市民朋友呢，大部分的市民朋友都有养成这个垃圾分类习惯，那么吼，他拄仔咱咧讲就是讲吼，咱的焚化厂甲这垃圾甲焚烧了后，咱这个物件叫做底渣嘛，吼，这个底渣，他拄仔我咧讲的，就是讲恁有得奖，吼，他得奖就是，这底渣恁的运用，是不是跟咱的乡亲来做一个报告，好不好？我简单报告一下，以这个咱我讲以这个城西啊，刚刚在这个焚化厂来讲，那一般的咱的粪扫呢，去烧，就是讲咱粪扫车再来个这个焚化厂了后，倒到这个厨坑里面，厨坑里面用夹把车给夹起来了后，过泵，就去烧，烧的过程内底呢，等下我会讲到这个循环再利用哦，但是呢，烧了后呢，不是讲烧了就什么物件都无去啊，它只是把它的垃圾量，因为透过燃烧的结果呢，所以伊的量就减少去啊。可比讲你是100斤的这个物件去烧落来了后呢，大概剩超了10%，就是讲超剩还佫10公斤的这个，一定还佫有一点点。对，就跟咱咧烧物件，我就恢复。那像迄天我看一个新闻啊，吼，新闻咧报讲，咱伫厝咧烧金嘛，金纸本来是一桶遮大桶吼，烧了是就个恢复啦，体积正常也有恢复，同款烧粪扫嘛，有类似这个恢复这个物件，咱讲这是底渣，其实还佫有飞去面顶的灰，但灰我就赶快伫面顶烟囱面顶有甲收集下来，所以大概会有减积啦，把这个体积减小了，那变得是大概是原来垃圾量的1/10左右。这些底渣呢，但是呢，这底渣你若无得处理，赶快嘛这些体积啊，对，咱以这个1350只是比较少，对。那你若每工，可比讲两个焚化炉呢，烧1350吨，烧落来了呢，马上135吨的这个底渣，135吨，哇，也是一个量，相当的这些。所以呢，我就是想讲，如果这些底渣没有好好再处理的话，我一样好盖无空间可以啃。对，所以我们就我们在去年呢，台南市呢自己成立了一个底渣的这个操作处理厂，那把这些底渣呢，能够做成可以再利用的粒料。那这些粒料因为烧落来了，伊是一个其实是等于讲烧都结做伙啊。当然我们会做一些一个破碎，一个胎轨。所以呢，和伊的这个每一个这底渣的颗粒吼，大小呢，就要区隔。为什么要区隔？就是讲。日后它可以做不同的运用。以咱这边很多看到这哈，这咱这个给它转倒过来哈。哇，这每一个大细粒无同款，这个较油都拿刷嘞，这个有较大粒一珠啊，这个呢大概到将近快到1.5到2公分左右，这个比较粗一点。像这种比较细的，那你再去揽一寡这迄个
那个做真爱的原料，蓝莓料一当做真爱，那就是咱一般的那房子不一般的砖块，这个呢，咱南到这个南木孔水泥来底，这个呢就是一当做基配料，是，所以每一个大细粒无同款的物件呢，会有不一样的用途，所以呢，这就是希望把这个底渣，如果呢，佮会当再利用，你可比讲，咱即马要铺路，我拍迄个纸片，这部分呢，其实就会使用我的底渣，就免讲我佮一撮底渣呢，蹲伫我的地面内底。所以讲你唔免佮去找新的，也不去挖什么，像 MI 场啊，不，人迄个不是讲去挖沙石啊嘛，那可能你要铺路，你再去挖沙石啊，那也是破坏咱的生态啦，吼。但是咱先甲这利用起的时阵哦，变成讲咱除了讲，头拄我讲的讲，垃圾变黄金嘛，吼，咱嘛是个保护咱的这个生态吼，互咱的这个地球较完整的啦吼，莫伤早甲伊破坏了啦吼。那么头拄咱局长咧介绍就是讲，咱有3种嘛吼，我有一个疑问，其实是一种啦，大细粒对，就是它的量那个大小不一样啊，但是就是说，我请教咱局长的是讲吼，这个物件吼，它会不会有污染啊？因为因为本来就是粪扫改演变出来的嘛哈。那粪扫当中对加减有一寡有可能有一些污染啊，或是一些什么化学成分啊哈。那这些东西它对我们的人体会不会有伤害？主持人问这个问到重点嘛，咱的粪扫呢，透过这个焚化炉去烧去烧这粪扫。咱的焚化炉咧烧这粪扫呢，通常咱差不多烧的这个温度超1000度左右，1000度有一个阿索比啦哈，有1000度左右。那上少还有850度。一般来讲，咱咧较早咧讲还都有戴奥辛，戴奥辛呢，在温度在800度以上的时候，它就会气化。就不见了。是啊。同样的，我们大概1000度，850到1000度左右这样的一个高温的情形之下，大概有一些病毒大概全都死光了。哦。那同样的，杀菌是同样的，我们在焚化厂的设计上面呢，我们在整个比如说排这个废气，燃烧会有不是排气，排气呢，我们会有一个在烟囱上面会有一个滤带集成，把这个灰尘能够集中下来。那甚至于呢，我们这个我们在整个的这叫什么洗烟塔？我们在上面有一个洗烟塔，就是说把这个烟呢能够透过这个喷注，就是水去喷注的时候，把这个烟呢能够降下来，不会有这种逸散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大概所有的防治设施在我们的焚化厂里面呢，都我们去走，最后才，所以呢，因为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再经过高温燃烧的结果，这个底渣，那底渣呢，我要跟咱起名朋友报告讲，这底渣经过高温之后，然后要做再生粒料，这是咱讲再生粒料，一定是经过检测。经过检测合格，属于无毒无害的情形才会去做。如果说有这些有害的话，那我们可能还要再经过再一次的处理。所以这个部分可以大家也在去放心的。所以咱有层层的把关啦，哈，不是讲很多咱局长有甲咱介绍啦，哈。虽然伫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那像类似杀菌的这个功能伫的哈，但是不是安尼，咱就放它放心哈。就是讲，咱要使用的时阵，还是要个一概检查，可以甲伊检验，若是真正有害的时阵，咱较甲伊运用伫咱的生活当中啦吼。所以安尼来讲吼，对着咱的这个身体健康就不会有伤害啦吼。而且呢，这个环保垃圾哦，这个问题真正是咱今嘛吼21世纪大家吼，真的是迫在眉睫啦吼，因为这个问题若是无赶紧去解决啦吼，有一天咱真正吼爱伫地球刷去其他的星球。那么我知影讲吼，咱当然环保局吼伫这部分吼做甲非常的这个就是讲成绩很好啦吼，无袂当去得到咱中央的这个奖品奖励啦吼。那么优等特优，是不是哈？局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好，我们当市民其实也是与有荣焉啦哈。其实我手头只有两个种，一个是这个台南市永昌回收永昌的焚化厂这个部分呢，它得到这个
我们垃圾焚化厂的查核评鉴的优等奖，等于讲专国做了上好的啊，这是咱的那永康厂。那另外这个是伫城西焚化厂边啊，咱的这个底渣再利用的查核，就是讲现主是呢全国的环保局内底的台南市环保局有家己做一个这个底渣的再利用的这个处理厂。那对这个再利用的这个城西对这个庆哈得到这个优等奖。那主要是因为讲我们把这些就是讲到这个循环经济，我们把这些焚化完之后的这些东西这些底渣呢，能够好好的再利用。那我再借这个机会跟市民朋友报告一下，那都讲一开始的时候，都讲咱的开讲的时候，主持人讲了这个循环经济。其实。那以这个焚化厂来讲，我来讲这个垃圾的循环经济，以焚化厂来讲那就在市民朋友甲粪扫，分类了后，一旦都是扣掉这个回收品，扣掉这个厨余，摕去烧了后呢，烧出来就是咱对来讲的这个底渣，但是烧的过程内底，我刚有提到的讲，咱烧的温度超850度至1000度，是足高温的，高温的高温呢，我们就把这个热能转换为电能，所以依然以这个咱的这个焚化炉这个很主席会当以城西来讲，每年透过这个热气发电的度数呢，大概可以达到8600万度的电。8600万度，所以不是焚烧了后剩下的这些来利用，它在焚烧的过程当中的已经会当利用啊。那8600万度的这个的电呢，大概可以提供我们一般家户大概3万个家户的用电。所以这个部分呢，事实上就是一个再利用的一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会产生这个底渣，底渣刚刚再利用，我跟各位报告过，可以再利用，也就是说。这个部分呢，可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循环再利用。那虽然难免还是会有说，剩下这些底渣可能使用率如何，那又是另外一个去化管道的问题。所以他说啊，咱开始讲吼，咱每一个人每一天拢在制造粪扫啦吼，每一天拢在制造粪扫，咱这粪扫当然你若讲用咱家己私人来讲，咱一间厝内底，你若逐工粪扫拢甲放去厝内底，有一天你的厝一定会满起来嘛吼。但是咱个等出去外口，跟咱无关系啊嘛，嘛是有关系啦吼。有人讲眼不看为净嘛，我认为等于外口，可是有一天咱外口嘛是拢是粪扫的时阵哦，那么咱这地球咱就无法度大哈。对，所以咱环保局吼，伊就是甲这个吼粪扫，佮甲伊去焚烧了后佮甲伊利用，伫这焚烧的过程就已经再一次的应用啊，它都来去发电吼，这是咱一般的民众想袂到的所在啦吼。所以咱今日咧看节目的这个乡亲朋友吼，你嘛伫这个当中吼，咱真正是吼长知识啦吼，伫这个当中吼，咱嘛是加知影一寡吼这个常识啦吼。那么哈如啊，咱咧讲到讲咱环保局吼去得到这优良特优的这个奖项吼，当然是值得咱骄傲啦吼。那么伫这个当中，咱甲其他的县市，当然咱一定是比人较好嘛吼那个其他县市有什么不一样的所在，是不是嘛？跟咱分享。我刚稍微有提到的，最大的一个不同点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焚化厂自己去做盖一个底渣再利用这个处理厂的，都跟台南市俩，很主席跟台南有俩，就是讲，因为一般的焚化炉呢，烧粪扫了呢，伊可能这底渣委托厂商去处理。但是呢，就算讲，因为受限于这个采购法的关系，我一定要公开招标。公开招标的结果呢，是你得标，还是讲别人得标的，我唔知。但是你得标的时间呢，你可能一套设备，你用你的方式去做。等到这个时间到的时，另外一个人得标的时，伊就用家己设备，安尼呢，造成一寡，因为这个界面上的衔接呢，会产生一些困扰。那不然呢，环保局去年呢，我就是讲。规时讲家己起一个厂，规时拢爱去再利用嘛。那家己起一个厂的好处是讲，不管炼钢是虾米操作的厂商是他自己操作厂商，但是按照环保局的 SOP 去做，所以这样就可以产生一个
最好的一个效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得奖，这是那个底渣再利用得奖的原因是，我们有一套完整的 SOP，而且在这个部分的值啊、量啊都可以维持一个很稳定的。很主席，我们大概每天可以制造的这个底渣这些粒料呢，大概有8500吨左右，8500吨。所以哈，咱这焚烧再利用的是讲，咱徛伫这个领头羊的这个最前端啊，850吨，不是8500吨。咱成功伫全国来讲吼，咱是第一个嘛吼，首创啊吼，第一个有这个再利用的这种厂啦吼。那么他拄啊，咱有大概讲到讲，咱这就是焚烧出来这再生的这算讲底渣啦吼，咱有去利用嘛吼。咱大概小可有讲者啊，是不是嘛？请咱局长搁甲咱讲较详细咧，比如讲它运用的层面，基本上大概是差不多，因为当年啦，可能它的大概普遍到哪里？很主席从去年的108年开始做这个厂之外，之后呢，很主席制造的这些再生的这些底渣的这可以再利用的这些，大概有75000吨左右，在我们现场。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可以持续的能够去有效的去再利用，包括现有的这些公共工程，比如说你做楼还是做停车场啊，这些目前各个公共工程都在使用。那我们环保局也可以很鼓励说，那民间的工程有需要的用的这，那我们也乐意来提供。甚至呢，你老需要。我再回利用都蛮低。那原因很简单，我现在是一个之所以要这样服务到家，是我现在是一个推广啊，让大家知道说这类物件它其实好用。为什么？因为以这个来讲哈，以这么细来讲，其实比天然的沙还要好用，因为它已经高温凝结之后，它的硬度也够，然后它稳定。你等于唔免个家己去分类，因为你若去学来吼，对，你还个家己去分类，那像咱水果。迄个种出来了哈，我看迄果农拢爱分类嘛哈，这特级什么哈，就一级分类啊。咱已经反正环保局已经替你分类好啊，你需要倒一种啊，你就去大细粒啊，你会使按照你的需要哦。你可比讲要做这个路的基底层，你可能会选择这个当做基配，还有玻璃基底层之后呢，你可能上面呢再加上一个柏油，有诶，算讲我今仔若开一间公司啊，一个工厂在做老工程需要。那么它等于是减低成本的，可以节省一些成本。伊的成本伊就降低了嘛哈。但是讲一般啦吼，我唔是咧做工程的，阮兜要使用，较有可能用得到。如果个别的家庭要用到这个部分，大概不多了，很少。我因为你不，这主要是你在工程的时候，当因为这买过揽一寡原料，好比说你要去做水泥，你要有一定比例的掺和，不是讲提来讲。另外这个东西呢，不适合用在耕作的位置。你讲，这我特别爱说明是讲。这你来讲要种植的哈，它没有养分吧？对，这种球跟差不多。对，这被种植的基本上不建议放在农地上面，实际上也不可以放在农地上。所以你唔当就是讲我一个要囤起来，无要做啊，提起来囤，拜托千万唔好。所以哈，这个还是有属性不一样。对。那么哈，咱今仔日邀请局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在底渣啦哈，就是咱再生力啦哈。是不是咱未来市政府还佫有新的一寡计划，还是讲有一寡远程的这个计划？我佫简单补充就是讲，咱拄才讲到发电，现主是呢，台南市环保局呢，伫咱12座的这个掩埋场，较早的这个掩埋场，大概占地32公顷左右，用这个种电就是用太阳能。那所以目前大概有32公顷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种电的场地，我们12个掩埋场。那以新营来讲，大概是全国掩埋场里面它面积最大，种电面积最大，大概有4.26公顷。4.26。那光这个电就是我们掩埋场做这个太阳能的电呢，我们一年发电的度数呢，大概可以1900万度到2000万度。大概可以提供5500户到6000户的一般民众使用，也就是说，
我不止焚化厂在种电，不是种电，叫发电。然后呢，掩埋场呢也在种电。我希望把这些也当利用都完全去再利用。所以现在是垃圾变黄金啊！就是讲，咱即马尽量拢卖去破坏咱的生态吼，啊，尽量拢会当吼去甲垃圾啊是讲天然的物件哦。你像日头光这是。可能应该不会有一天太阳不见了。如果按照宇宙的概念的话，它可能还要很久了。所以我们比较不用担心讲迄个日头光无去啦吼。所以咱用这个日头光，就是会当咱的电，咱基本上拢烦恼讲吼，无电嘛吼所以吼，咱用这个方法吼，可以吼，就是尽量让咱的能源越不缺乏。现有的处理垃圾的过程来电呢，能够再利用了，能够充分去。等于是物尽其用，我们尽量去再利用这样。那么哈，他都我看到哈，加有一张，这个好像我们题外的哈，向我们 K 出来哈，我们等下我看到，我们考这张，是不是？我们要介绍一下。这我当时利用时间干了，这是我的府城的长青阁。长青阁呢，简单我都讲，咱对来讲，我说一般民众咧，迄本所出来先，所以变黄金啊，这个就是藏黄金的地方。你来无甲分类的时候，生命比较开出来，安尼真的是浪费。对，所以呢，我们有一部分希望鼓励民众回收，就是讲一当再利用就来回收。一般常见的保特瓶，但是有些啥，你像家具，你若厝要换新的家具的时，你家具要摕倒，一般拢想你买新的家具，卖你的人佫想要再造，有点我惊黑白黑，所以我们鼓励呢。这些大型家具排出来之后，我们环保局可以协助来载运。收回来了后呢，一块会当再利用的这个木材呢，我呢长青阁的把钢的师傅呢，就它做成各种不同类型的生活上的一个小用品。包括当然也有桌子、椅子，甚至于我们还有手机座、隔热垫等等。我们底下说的看钢琴呢。对，黑马是钢琴呢，我们拜托人家维修了，我那师傅但是基本上可以再个利用的。对，那甚至于脚踏车都可以修复。那我们每个月的第2个礼拜跟第4个礼拜的礼拜六，那我们现场会做拍卖，就是讲我修理好了后，可能大概我现在估算一下，大概是4架，可比讲这椅啊，新的椅啊，假设是要1000块的话，可能大概4架2成的价格，500块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来到府城长青阁，你在东区府东街41巷6号。所以你有当时要去逛一逛有时候有一些东西会捡到宝。市长特别推荐这个地方，他讲说。不到长青阁呢，不知道发现宝，真的是这样子。对，因为我去过几能盖我发现说，所以我刚刚说连钢琴都有，这里也有钢琴。我有一挂它基卡的讲，有些块木，厚的块木有的民众可能对木材不熟悉，不了解，不懂。结果我们把刚看到块木，拿 Q 就爆了。对。所以现场这摆也有这个古早式的这菜图啊，块木的菜图啊，块木的这些餐桌等等，当然咱的民众只要去长青阁走一趟，你会真的感觉到像捡到宝一样。是。那么今天感谢咱环保局长咱谢局长来到这节目当中，给咱介绍遮济最后咱局长有啥物话要跟咱乡亲朋友讲？最后呢，我想要利用这个时间呢，拜托咱的所有的市民朋友环境是大家的，环保局呢虽然爱处理这个粪扫，但是呢，希望咱所有的市民朋友呢，为着大家的生活甲大家环境，拜托大家，处理的粪扫要黑出来进前，先去分类，把这可以再利用的给分出来，厨余给分出来，这靠了这2项了，无法度再利用的部分呢，这黑出来咱的粪扫车，安尼好当咱的这个粪扫量会当减少。安尼就减少阮处理这个粪扫这个困扰上无咱的市民朋友若让做了这点，就是对咱环境基本的这个帮助所以呢，这部分呢，环保局大家爱拜托大家同时呢，所有的环境爱需要咱所有的市民朋友呢，甲志工朋友呢来斗维持互咱的这个环境愈来愈好嘛爱拜托所有的市民朋友呢，大家斗相共者。是，今仔感谢咱环保局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讲到咱焚化厂内底佫有这个焚化这个再生力啦嘛真恭喜咱这个互咱台南市的市民真骄傲，就是讲咱会当一直咧得奖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台南向前行，咱下次见。